我说你个小贱丫头啊，我供你吃供你住，你把家里面下蛋的母鸡给我吃了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白养你了。不是我，婆娘，我没有。呀，还学会撒谎了你啊？那鸡骨架就是在你睡觉的鸡窝里找到的。娘，就是他。昨天我亲眼看见他把那只母鸡吃光了。来，过来，来，揍死你啊！你真的丑啊！你为什么偷东西？昨天就在外面看着。你看我信不信啊？我白养你了是吧？大周媳妇儿，别打了呀！阿昭才3岁，一个下蛋鸡而已嘛。跟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少给老娘在这说风凉话啊！你们都大度，来，你们拿他过去养，出去过去！哎，是我斗嘴，你呀继续打，我可不敢养这个灾星。爹呀，这孩子怎么来的？这是神兽让我照看的孩子。神兽说了，只要我照顾好这孩子，不光能长命100岁，还能得道成仙呢。哼，你看你爹对这个野种那是比亲孙子还亲，好吃的好喝的可都是挤着他用。我爹就这脾气，咱还得靠他种地，少说2句吧啊！别去！爹，你怎么了爹？爹，什么神兽的孩子，这分明就是厉鬼托生，害死你爹，这就是个灾星！赶紧把他扔了！刘大壮，过来！你看看这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扔了吗？这不我明明扔了很远，这怎么又……这灾星不仅克死刘老头，我看你们整个刘家呀都会被这个灾星拖垮，只怕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赶紧离这灾星远点，免得被他赖上。这不是灾星，3岁的孩子就偷鸡摸狗，长大以后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说起来，我家前几天丢了几个鸡蛋，是不是他偷的？我家地里的白菜丢了几个，肯定是这个小野种偷的。小孩心眼这么坏？不是我偷的，这不是我。好疼！不知死活的家伙，竟然敢踩本座，找死！对不起，狗狗。哪里来的小屁孩？哇，还是会说话的狗狗。放肆！本座乃是神兽，竟然敢说本座是狗，找死啊你！神兽？村里大人说过神兽的传说，说你们无所不能，还能让人起死回生呢。你真的是神兽？对，本座就是神兽。你想做什么？别过来！神兽，求求你了，救救爷爷，让爷爷活过来。以前爷爷在的时候，大家都对阿昭很好。可现在爷爷不在了，大伯和伯娘总是让阿昭跟我不好就打阿昭，阿昭好疼。喂，你别哭啊！天哪，本座什么时候见过这场面了？你放开本座，放开本座！你这个小屁孩搞什么鬼？为何本座会变成你的契约灵兽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堂堂神兽，怎么只沾了这小孩的一滴鼻血，竟然就成了他的灵兽，还化作了人形？没天理啊！我不服啊！神兽，你怎么变成人啦？头上还戴着一对狗耳朵，好厉害呀！本座成了你的契约灵兽，当然只有你才能看到本座的人形模样了，正常人类想看都看不到。算了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哄骗这啥也不懂的小丫头解除灵兽契约了。小鬼，跟我解除灵兽契约吧。灵兽契约？
那是什么？那你就别管了，你跟着我做就行了。好吧，阿周试一试。你现在心里只要想着，我要跟眼前这灵兽解除灵兽契约就可以了。我要和这灵兽解除。神兽的耳朵毛茸茸的，好可爱呀！喂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赶紧解除契约！呀，大胆，竟敢摸本座的耳朵！真的是狗耳朵！趴下！你别！赚钱！叫2声汪汪！你别太过分了！你握手！好好玩！累死本座了，真把本座当狗了。小鬼，这样吧，我能满足你一个愿望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真的？这个年龄的人类幼崽，给他弄点糖就打发了，简单。我想让爷爷活过来。这个我做不到，你换一个吧。其他愿望，阿周想不到。什么声音？难道说这附近有什么可怕的妖兽？你别害怕，是我的肚子在叫。谁会害怕了？本座可是神兽，我才不怕呢。阿周好饿，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如果阿周有爹娘，阿周想到愿望了，阿周想要阿爹阿娘，这样阿周就不是又没爹没娘的野孩子了。这个简单，看我的。奇怪，我怎么看不到这小孩的爹娘？再试一次。神兽，你看到我阿爹阿娘了？你没有爹娘。正常人都有这亲缘线，而我却看不到你的，真奇怪。我没有爹娘，所以我真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。这该死的神兽契约，怎么看到这小孩哭，我的心会这么痛？你先别哭了，可能是本座的神力还没有恢复，等我恢复了，我就帮你找到你爹娘。真的？当然，先吻住这小丫头的眼泪，再找机会解除契约。等那契约一断，谁还管他爹娘在哪？谢谢你，你真是一个好神兽。可我现在就想找到阿爹阿娘。这个年纪的小孩狗都烦。你这是在为难我，我都看不到你爹娘在哪儿，我上哪儿去找啊？有啦，我可以捡一个人回来当我的阿爹阿娘。捡什么东西？我是爷爷捡回来的。今天我去外面砍柴时，听到隔壁家婶婶说，大牛叔也捡了一个媳妇回家。他还说，现在外面很乱，只要胆子够大，无论缺什么都能捡到。我缺阿爹阿娘，我把阿爹阿娘捡回家就可以啦。那你加油。可是我应该去哪里捡呢？小白，你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捡我的阿爹阿娘吗？小白是谁啊？你呀。我不叫小白。你毛茸茸的又白白的，叫小白多好听啊！难听。先别纠结这个了，快帮我看看，我应该去哪里捡阿爹阿娘？我上哪知道去？难不成你的阿娘从天上掉下来啊？娘亲真的从天上掉下来了！
流了好多血，他是不是要死了？放心，死不了。你不是缺娘吗？正好他被你捡着了。这有娘总比没娘好吧？有道理。阿娘，我才刚捡到你，你千万别死！这么快就喊上了？小白，快帮我看看，我阿娘还活得成吗？原本是要死了，可是他运气不错，撞上了本座，死不了了。真的？当然，骗你，我就是小狗。闭嘴啊！不许说话。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先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吧。还有，你竟故意下药，毁了嫣嫣师妹内丹，使她根基受损。不是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你撒谎，就是你害了嫣嫣姨。泽洛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想阿娘？不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做我阿娘，我只认嫣嫣姨是我阿娘。多说无益，既是你害的，那便用你的内丹来救嫣嫣师妹。不要挖我的内丹，我的内丹是因为救了你才导致的根基受损，没有内丹我会变成一个废人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李惊雪，这是你该付的代价。我没死吗？这是哪儿？我明明被挖了内丹，跳下了灭仙崖，我为什么还没死？你，哎，等等！阿娘看起来好虚弱呀。你在干什么？我阿娘醒了，我有点怕。你会怕？小白，我怕阿娘不喜欢我。你都直接喊人家阿娘了，还怕人家会不喜欢你？要是阿娘也不喜欢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伯娘就是因为讨厌我，才总是打我。我好想要一个家，我好想要阿娘。可是我又好怕，怕她也会想我碍眼，怕她也会拿起扫帚狠狠打我。伯娘打人的时候可疼了。你救了人家，还长得这么可爱，人家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呢？真的？大概吧。他那儿子就是个糟心的玩意儿，跟那糟心儿子相比之下，阿昭懂事又乖巧，肯定会喜欢他的。对呀，我这么可爱，这么聪明，阿娘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夸你两句，你还上天了。阿姨，喝水。还不敢叫阿娘？刚才在本座面前胆子肥到没边儿，对上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受气包，真是的。本座看起来有那么好欺负吗？谢谢。姨姨，伤口还疼吗？要不要阿昭给你呼呼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他内丹都被人挖了，没疼死，算不错了。会痛死？小白，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？狗耳人身，还能吐人言，这应该是化作人形的狗体灵兽。这里怎么会有灵兽？
小姑娘，是你救了我吗？我跟小白正要去捡阿爹阿娘，然后姨就从天上掉下来了。小白带我去找了药，我又把你拖到了这里。你刚刚说我从天上掉下来，我明明挑了灭仙芽，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来？姨是仙子吗？爷爷跟我说过，天壁上住着仙人。天壁，传闻一旦掉进灭仙芽，便会被崖底万年死气吞噬，连渣都不能剩下。我以为自己会死无全尸的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灭仙崖的崖底竟然有普通人生活的村庄。小姑娘，你刚刚说你叫阿昭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了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道姨姨能不能答应？你救了姨姨，姨姨怎么可能忍心拒绝呢？姨姨，你可以当我阿娘吗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，阿娘。阿昭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当你的阿娘。为什么？爷爷娘亲，如果你说阿娘就好了，我不喜欢我的娘亲，她就是一个废物，丢光了我的脸。阿昭，谢谢你喜欢姨姨，但是姨姨真的没有办法当你的阿娘。我当你的阿娘的话，你亲阿娘会伤心的。可阿周在捡到阿娘之前没有娘亲。没想到这么乖巧的一个孩子，竟然是个孤儿。婆娘骂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我不想当野孩子。阿娘，你当我阿娘好不好？阿昭，抱歉，我真的当不了你阿娘。为什么？是因为阿周不够乖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因为姨姨没有办法当一个好阿娘，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那般厌恶我，更何况是没有血缘的阿昭。如今阿昭认我做娘亲，不过是没得选，若是遇到更好的人，肯定也会。阿昭，阿昭，阿昭，对不起。好奇怪，我长得这么可爱，阿娘为什么不要我当她的女儿？难不成阿娘知道了我在捡柴时偷懒了？你还会偷懒啊？既然你的阿娘不想要你，咱们换一个，捡个新的。可是我只想让她当我的阿娘。为什么？她长得好看。这算哪门子理由啊？小白，走。去哪儿啊？给阿娘抓野鸡炖汤补血。以前伯娘生了小宝，大伯也是给她宰鸡炖汤补身体的。你去抓吧，本座困了，睡觉去了。小白跑得可真快。快看，是阿昭！大宝。哟，这不是没爹又没娘的野孩子阿昭吗？一夜没滚回来，我还以为你终于死在外头了呢。你才是野孩子！我有阿爹有阿娘，跟你不一样，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野孩子。野孩子，没人要的野孩子。我爹说了，你就是个害人精，谁沾上你谁倒霉，克死刘老头的灾星。别走，别走，不是灾星，胡说！灾星。阿昭，阿昭，阿昭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
一定是我今天的话让他伤心了，我得去找找他。野种灾星，就是野孩子，才不是没人养的野孩子！你敢打我，找死！还不快来帮我！快抓住我今天不揍死你，拿石头来！你是野种，去死吧！阿昭来就在做你的孩子。住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阿昭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阿娘说打人的孩子是坏孩子，阿娘见到我打人会不会讨厌我？你是哪里来的疯女人？敢来我们村子管闲事？以大欺小，以多欺少，你们爹娘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？是他先动的手，野种就是欠收拾。对，阿昭最坏了，就是，揍死他！阿昭才不坏！你们立刻向我的阿昭道歉！呸！凭什么给野种道歉？你算老几？他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你又是他什么人？他会说是我的阿娘吗？你们做错了事情，就应该立刻道歉。阿娘肯定是不愿意认我的，不能让阿娘为难。你跟这孩子没什么关系，就滚远点！再多管闲事，叫我阿爹过来收拾你！就是，赶紧滚，不然连你这疯婆子一起打！疯婆子对野孩子正好。阿昭，别指望能有人护着你，你一个野孩子，就只有被我们欺负的命。谁说阿昭没有娘亲？我就是阿昭的娘亲！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，这块石头就是你们的下场！啊，妖女！快跑！妖女！阿昭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身为女子，怎能这般粗俗？学学奄奄一息的优雅吧！别的小孩子看到你都会被吓哭。真不知道阿爹为什么会娶你这样的女人。哼！阿昭被我吓哭了。阿昭，抱歉啊，我把你吓哭了。你刚才说你是阿昭的阿娘，我想当阿昭的阿娘。阿昭愿意让我当你的阿娘吗？你没有不喜欢我吗？没有讨厌我？我怎么会讨厌你呢？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。可阿昭打人了，凤娘说打人的小孩都是坏小孩。阿昭才不是什么坏孩子呢，他们欺负你在先，你打人是最正常不过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阿娘觉得阿昭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。阿昭有了阿娘，有阿娘。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。娘，是不是伤口疼？我们快回家休息吧。好，罚娘回去。阿娘，阿娘，别担心，阿娘只是累了，睡一会儿就好。阿娘，你别睡。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是说想睡觉，然后他就永远离开了阿昭。阿娘，你别死！阿昭，别担心，阿娘真的累了，睡一会儿就好了，就一会儿。阿娘，你别死！阿娘，你别死！阿娘，阿
别哭了，你阿娘没死。真的。你要是再不给她的伤口止血，她就真的要死了。可是阿娘的脸色看起来好难看。她的内丹被挖了，受了很重的伤，刚刚又动了所剩不几的灵力，扯动了伤口，脸色自然难看。不过我有办法让她恢复。小白，你快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救阿娘？我带你去采一些补气血的草药，她吃了以后，过几天就会醒了。太好了，小白，谢谢你。小白，阿娘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？不急，这才过了3日，应该就这几天吧。好，小白，谢谢你，我抓鱼给你吃。天天都吃鱼，就不能换个食物？那我们就挖河蚌吧，煮河蚌汤也行。我不想吃河鲜，你换个地上走的行不行啊？可是地上走的阿昭逮不到。你再努力试试。你忘记昨天我们差点被那个大妖兽吃进肚子的事情了吗？区妖兽竟敢窃取本座神兽之躯，要不是本座现在没有恢复实力，我一定要一巴掌给他拍飞。小白，你真的是很厉害的神兽吗？那是自然了。那你昨天怎么跑到一半还被石头绊倒了？那是那个小石头趁本座不备之时偷袭本座，等本座恢复了实力，定要把他粉身碎骨，以解本座的心头之恨。那你什么时候能恢复你的实力？本座之所以这么弱，还不都因为你？因为我？想当初本座没有与你缔结灵兽契约之前，一巴掌就能拍飞那种地阶妖兽了，像这种小石头一脚就能碾成粉末。哼！可自从与你缔结灵契，受你的修为所限，我竟然灵力尽失，心如凡兽，这都要拜你这个毫无修为的主人所赐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就跟你解除这个契约。啊？真的啊？真的啊？之前我跟你说过的，只要你帮我找到阿爹阿娘，我就跟你解除契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解除契约吧。好，来。双手合十，心里默念：无与无之契约灵兽，无与无之契约灵兽，解除契约。解除契约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那些金线？看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天地之灵气，听吾之号令。天地之灵气，听吾之号令。无与无之契约之灵兽，解除契约。无与无之契约灵兽，解除契约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失败呢？可恶！是不是我太没用了？算了，阿昭也挺惨的，开朗自信大概是他伪装出来的，真实的他内心应该充满了不安。罢了，这件事情你也不必把责任都揽到你的身上。待到时机成熟之时，本座自会与你解除灵兽契约。好了，本座今日想喝这河蚌汤了，你去挖吧。好，阿昭最擅长挖河蚌了。小小人类为了讨好本座，竟如此殷勤。哼，本座可不会被一只河蚌给收买了。哼。不过，究竟为什么我和阿昭的灵兽契约就是解不开呢？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天大的秘密？我就不信我看不到。
海盗兔子糕。听起来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阿娘，小白，我们回家吃兔子糕了。好啊，小白，你快跟上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了？阿昭，你马上就要有个阿爹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阿爹在哪里？他也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不过他很快就要来到你的面前了。那以后阿昭就是有阿爹阿娘的孩子了。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娘。阿昭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堂堂神兽，竟然看不见关于他身世的一丝线索。阿娘，你醒了。阿娘，你睡了好久，伤口还痛不痛？还有没有哪里难受？阿昭放心好了，阿娘好多了，谢谢阿昭的关心。对了，阿娘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小白刚才跟我说我要有阿爹了。阿爹？对，我还以为阿爹也会从天上掉下来呢，结果天上没有掉下人。不过小白说了，阿爹以后一定会出现的。一定会出现。小白，阿昭口中的阿爹，他什么时候会出现？这个我确实没看出来，不过我看到了阿昭的未来，确实还会有个阿爹。有阿爹就好，阿昭有了阿爹和阿娘，就再也不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了。好。谢谢你，这么多年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阿娘，吃饭了。好。阿昭做了什么？这是小米河蚌粥，我加了月见草。阿娘的烧就是用夜见草煮的血。阿昭，月见草？你是说我们这儿有月见草吗？有很多，就在黑色天壁。虽然月见草在修真界并不算罕见，但这附近一点灵气也没有，居然还能找到月见草。阿娘，快喝粥啊！来，这小米河蚌粥看着太黑暗了，可是阿昭看起来很期待。如果我不喝，阿昭一定是很伤心的。好，阿娘尝尝。谢谢阿昭。阿娘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喝。太好了，小白，我也跟你盛一碗吧。不用，我吃饱了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小白这个小机灵鬼。阿昭，粥一会儿阿娘再喝，你带我去黑色天壁，阿娘想采一些月见草，把它做成止血膏药，这样的话伤口可以恢复快一些，好不好？好。阿娘，我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月见草。真是，没想到在这毫无灵气的地方，居然能有这么多月见草。阿昭，我们得多割点带回去。好。阿昭，这一小块留给你，阿娘去那边看看啊。好。手好酸呀，要是有一把砍柴刀就好了。这把刀
看起来很锋利，正好用来给我割叶剑草。这把刀居然会打人！哼，坏刀，你怎么打人？打人是不对的，你乖一点，不要打人。我带你回家好不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阿昭，怎么摔倒了？有没有伤到？你看，我捡到了一把会打人的刀。这是一把有灵石的灵剑。你怎么又打人？再打人的话，我就要揍你了。现在罚你去跟我割叶剑草吧。小黑，你真锋利，下次我带着你去砍柴。不过就是你太大了，我拿着不方便。小黑，你能不能变小一点？这样我就不用拖着你走了。啊，真的变小啦！小黑，你太厉害了！灵剑有主，素有孤傲，谁也碰不得。阿昭居然不仅能拔起来，还能让它变小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而且灵剑一般都是剑不离人，人不离剑，为什么这把剑会出现在这里？它的主人呢？慢点儿，小白，你看，我捡到了一把灵剑。小白呢？小白怎么还没回来？小白，一会儿这只臭狗怎么处理啊？把它烤了吧，还是煮了吧？哎，它醒了。不用，我吃饱了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大鸡腿，都是大鸡腿，烤起来一定香极了。石头剪刀布。这不是那个野孩子养的狗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就叫小白？大胆人类，不准直呼本座的名讳，要叫我小白大人。小白，想不想吃大鸡腿啊？这群小屁孩突然对本座这么好，有什么企图？这大鸡腿老香了，给你吃啊！算你们识相，本座就赏脸吃一口吧。哼，奇怪，我的头好晕啊！快，赶紧把这只臭狗架到火上烤了。这臭狗醒得倒快，还没开始烤呢。该死的小屁孩，你们想做什么？还妨害本座！这狗好凶啊！对，它好凶啊！我们这样烤了它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阿昭那个野孩子和那妖女不在，我们这么多人还治不了一条狗。你才是狗，你们全家都是狗！你个卑鄙无耻的家伙，竟然敢偷袭本座，打本座的脑袋！我就说嘛，一条臭狗而已，怕什么？叫叫啊，叫叫啊，不是挺凶的吗？你主子又不在，我看谁还能来救你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这么晚了，小白还没回来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？阿娘，我要去找小白。好，阿娘跟你一块儿去。阿娘，小白说阿娘的伤还要再养一养。今天阿娘跟我去割月见草，已经很辛苦了，就不用跟我去了。阿昭一个人可以的。那好，那阿娘就在家里面等你跟小白回来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小白。
小白，快放开本座，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的！吵死了，把他毛拔了，看他能不能再叫出来。我等一会儿去拿点柴，烤得香一点。等一会儿一人分一条腿，把他尾巴点着，肯定好玩。岂敢抓本座的尾巴，受死！小白在那边。我不过是吼了一声，这几个小屁孩竟然被吓晕过去。我果然是天上地下最厉害的神兽。哎，本座居然变得如此高大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本座变厉害了吗？本座尾爱的身躯呢？怎么变成人类了？小白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本座乃是堂堂神兽，怎么可能会受伤啊？我刚才来的路上碰见了一头很大的妖兽，它有这么大。那头大妖兽很凶，有点吓人，我还以为你会被它吃掉呢。幸亏你没事。你说的那只大妖兽就是我，怎么可能会有事儿？小白，虽然我说那头大妖兽很厉害，但你也不能说大话吧？你不信？我现在就变给你看。原来神兽也会放屁我复活了！妖怪呢？哪儿去了？在那边。走，走。小白，我们快跑！你怕什么？他们看起来好凶，我有点怕。我娘打人的时候就是拿一根扫帚，打人可疼了。阿昭回来了。阿昭怎么了？阿昭，你个死贱丫头啊！你竟然敢找人欺负我家大宝！我打死你！你干什么你？你找我女儿干什么呀？女儿？你是阿昭的娘亲？不错。你们一群人私闯民宅，找我女儿有事吗？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儿了，就是他指使这个怪物欺负我家孩子。这怪物声音这么大，我们全村人都听到了。我们赶过去之后，阿昭却心虚逃走，就是他指使的怪物。对，就是他，指使的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无凭无据胡说八道。我看呀，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招惹怪物生气，能捡回一条性命，你们高兴才是。嗨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谁不知道？我家大宝啊，那是最老实、最乖巧的，整个天碧村就属阿昭最顽皮。还这个小灾星，呸！除了他，谁还能指使这么大个怪物欺负我们孩子？我说你个小灾星啊，你看我打不打你就完了。哼，你还想打人呢你？谁让你骂我女儿的？这女人看起来模样气质，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。如果能从她身上拿到点钱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不管如何，反正你今天得给我们个说法。我先不说她带着这么大个怪物欺负我们孩子，我把阿昭养这么大，你作为阿昭的娘亲，是不是应该给我点补偿啊？好啊，原来就是你一直虐待我女儿，让她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而且每天只给她喝1碗粥水。哎呦，你没养过孩子，不知道养孩子的艰辛呐！我一个人供她吃供她住，她还不知道感恩，还害死了我的公爹。哼，就这个小灾星！哎，我说怪不得啊，你从小就把他给扔了呢。接手！不会讲话就不要说话。
会讲话就不要说话。这个女人用了妖术，妖术啊！得把这对母女赶出天壁村。是啊，这次不赶他们走，说不定下次他们就指使着那头怪物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呢。对，赶出去，滚！滚出天壁村！妖女再行！妖女在行！滚出天壁村！妖女在行！妖女在行！滚！天壁村！你们这群该死的家伙，想做什么？阿娘不是妖女。滚出天壁村！阿昭别怕，滚出阿娘在。我不是妖女，阿昭也不是灾星。如果我的女儿真的能指使怪物吓唬人的话，我肯定让她指使那妖兽全部把你们吃掉，落个清净。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啊！吵死了！滚！走！阿昭，阿娘，你真厉害！阿娘，阿娘，我扶你进去。慢点，阿娘。阿娘，你怎么了？阿娘没事，不要担心。阿娘只是有点累，想睡一觉。你还是先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好，阿娘，你好好休息，阿昭不打扰你。阿娘的脸色好白，如果有阿爹就好了。有阿爹的话，他就能保护我和阿娘，阿娘就不会吐血昏迷了。你阿娘此前就被人活生生的挖走了内丹，加上她的根基本就受损，身体一直都很虚弱。这次为了对付这些村民，又动用了体内所剩无几的灵力。虽说是唬住了那群人，但是他这次强行动用灵力，让他的伤更重了。阿娘会死吗？不会，还能再活个几年。我不想阿娘死，小白，我不想阿娘死。好了，你先别哭，我有办法救你娘亲。想要你的阿娘恢复灵根的话，需要服用一种名为淬灵丹的丹药，只要服下此丹，就能帮助她恢复她的灵根。真的吗？那丹药在哪里？我现在就去拿。淬灵丹是需要炼制的，再说得先凑齐所需的药材。炼制？就像你炒菜做饭一样，把所有的药材都放在一起炼制。跟做饭差不多的话，我是不是也可以炼？小白，我要给阿娘炼淬灵丹。炼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咱们呀，先把炼制淬灵丹的药材准备好吧。阿昭，大伯，你想干嘛？阿昭，大伯求你了，能不能跟你娘说句好话，让她放过你伯娘？她到现在还不能说话。可是我们之前对你不好，还没有管好大宝，让他欺负你，是我们的错。但你伯娘心眼不坏，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不是坏人。哦，这些鸡蛋都给你，只求你娘高抬贵手，哪怕把仙术转到我身上都行。大伯明明自己也害怕，却一心想要保护伯娘和大宝，有爹爹真好。阿昭，看在你爷爷的份上，帮帮我。小白说过，阿娘的灵力所剩无几，伯娘明天其实就能说话了。可我该怎么说呢？有了，鸡蛋先收回去吧。我阿娘说了，只要你去跟村里的人澄清，我没偷鸡，我不是灾星，阿娘不是妖女。相信的人越多，伯娘就能越早说话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跟村里人说。阿昭，谢谢你。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小白，我什么时候能捡到阿爹？如果我也有阿爹的话，他一定会像大伯那样拼命保护我和阿娘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。这个嘛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小白，那里有个人。走，去看看。这身模样，这个打扮，身份不简单。阿爹，我和阿娘今天买到了兔子糕。听起来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哎，阿昭，他是你阿爹。阿爹，你不是一直很想要个阿爹吗？就是他。我的阿爹竟然真的出现了！我要有阿爹了！你要是再不给他止血，他就要死喽。我现在就把阿爹拖回家。什么声音？你阿爹的头撞到石头了。还好没有流血。你没看到他后脑勺这么大一个包吗？小白，阿爹醒了。阿爹，你醒啦？喊人阿爹喊得可真快啊！阿爹，是不是很痛？要不要阿昭给你呼呼？我是你阿爹？对，你就是我阿爹。抱歉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什么？阿爹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女儿阿昭啊。人家是第一次遇见你，不记得你很正常。阿昭？我这后脑勺怎么会有个这么大的包啊？阿爹怎么又晕过去了？没死就好。阿爹居然把我给忘记了。容本座再提醒你一次，你阿爹刚刚认识你，不记得你很正常。对呀，小白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阿爹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是脑子坏了吗？他刚刚说他失忆了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撞的那个石头有关系。好吧，不能让阿爹继续躺在这里了。小白，我们把阿爹拖回家吧。阿娘还睡着，阿爹也受伤了。把我们刚刚采的草药拿出来炼。炼翠灵丹的材料虽然不够，但我们可以炼回春丹。回春丹对你阿娘的伤势更有效，恢复的也更快。可我不会炼回春丹。只要按照我教你说的方法，肯定可以炼丹成功的。小白好像糊底了，要不咱们放弃吧？可能是火太大了。以前我刚学烧火的时候，也把锅烧糊过，我只是不太熟练，让我再试试。这炼丹说起来容易，可实践起来很难。你之前从来没练过，我又只是个理论派，我觉得你这个回春丹是很难练成的。小白，是不是成了？好苦啊！
小白，你怎么了？成了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说要炼丹药吗？为什么我炼出来的是水？别管有没有成丹，只要有效果就好了。希望阿爹阿娘喝了药赶紧好起来。阿娘，喝了药再睡吧。药。这是回春丹。对呀，小白教我做的。阿娘，你快趁热喝。确实是回春丹药水，而且这药效还出奇的好。阿昭，你小小年纪竟然能独自炼成回春丹药水。阿娘，这个不难的，就跟我炒菜做饭差不多嘛。没用灵火，也没用灵力，阿昭就能炼出效果这么好的药水。这孩子天赋太高了，要是让我师父和师兄师姐们见到，不知道会多喜欢。阿昭，这位是？那是阿爹。阿娘，我捡到阿爹了。阿娘，我们快点帮阿爹止血吧，不然他死了，阿昭就没有阿爹了。好。身上这么多刀剑伤疤，新伤旧伤都有，看样子是常年打斗留下的。小黑怎么了？阿昭，把小黑拿到你阿爹身边。看来小黑是你阿爹的灵剑，你阿爹应该是个剑修。剑修？伯娘时常骂我是贱丫头，阿爹为什么要当剑修？阿昭怎么会是贱丫头呢？此剑非彼剑，是剑修。你阿爹以剑为道，执剑修行，故称为剑修。但阿娘刚刚给他把脉的时候，发现他全身的经脉并没有一丝灵气，就像一个普通人，这怎么修行呢？算了，阿昭，我们把你阿爹扶到床上吧。阿爹，你醒啦！阿爹好像变成傻子了。好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孩，这肉一定很鲜美，一口下去肯定嘎嘣脆。不好了，阿爹不能变成一个傻子，还要吃小孩。你勿要过于执着，心魔已深，滥杀无辜，本性失守，必诛之。你是谁？阿娘，阿爹是不是变傻了？奇怪，他原本没有灵力的经脉好像变得暴躁起来，这是为什么？难不成是心魔？阿娘，阿爹醒了。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刚才那是什么？是梦，还是我丢失的记忆？头有点痛，怎么会有个这么大的包啊？你从面线崖上掉下来，摔到了头部，头痛也是正常的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应该不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。我记得我之前是掉在了一棵松树上，我在那棵树上坚持了整整3天3夜，
那棵树很安全，断不了。只是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坚持不住。我心想，与其活活饿死，还不如直接跳下去，图个痛快。没想到我竟然活了下来，还多了个女儿。可是在我的印象之中，我并没有女儿啊。请问有吃的吗？肚子有点饿。谢谢，我已吃饱。没了，全没了。这条大鱼够我和阿娘吃一天了。阿爹，你也太能吃了吧！就是，这一口都没给我们留。抱歉，我以为这些都是给我吃的。没事。养家好难，我再去捉一条吧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不要，阿爹身上有伤，不能干活，好好养伤吧。那你们出去啊，就注意安全，早些回来。知道了，阿爹阿娘，你们要乖乖的哟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么小的小孩，要不我还是跟上去吧。道友，请留步，我有话与你说。道友，你女儿一直是这般沉稳老成吗？道友是觉得阿昭不像你女儿吗？实不相瞒，我虽然现在失去记忆了，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应该是一个孤家寡人。果真不是一般人，要不是他自己说，我根本看不出来他失忆了。道友难不成是觉得我跟我女儿想讹上你啊？不敢不敢。没事。我叫李惊雪，敢问道友名讳？我叫叶。原来我姓叶，那我叫什么呢？叶枫。既然我想不起来自己的名字，那从今以后便叫叶枫。叶枫。叶枫。你姓叶？难不成你跟那位闭关千年的阳辰仙尊有渊源？仙尊？他很厉害吗？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仙尊闭关都快1000年了，他要是真收了徒弟的话，仙门一定会放出消息。再说，大宗门出来的弟子怎么会像没吃过饭似的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剑。我的？阿昭之前捡到了，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小黑，他拿着太大了，把它变小了。小黑，小黑，你现在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好像在说他没有灵力，现在长不了个儿。你能听懂他说话？果然是你的剑。不过比起这个，道友可知你有心魔。方才我昏迷的时候，我在梦里，有人告诉我，我入了心魔。我在梦里面杀了好多人。是啊，你刚刚流着口水盯着阿昭说你要吃小孩啊，看来不是头一回了。抱歉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早离开这里。不，你都吃小孩了，你还怕？我是怕我入了心魔以后，我自己无法控制自己，到时候会误伤到你和阿昭的。不会不会，你已经没有魔气残留了，并没有入魔的迹象。可是我的梦不像是假的呀。这样，我给你一颗可以控制你心魔的毒药，就看你敢不敢吃了。毒药？这个药每6小时吃1颗，不然的话就会立刻毒发身亡。就算是服毒，也未必能够阻止入魔。一旦入魔，真的会失控的。那看你敢不敢试一下了。是我这个毒药先让你毒发身亡，还是你先入魔？好，
这味道像发了霉的糖豆。好啦，你现在可以安全的留在这儿了。李道友好像很希望我留在这儿。实不相瞒，我想带阿昭离开这儿，但是小白也说了，此地的入口是天地的深处，那里妖兽横行，我们正缺一个能打的。可是，哎，不，道友你先别着急拒绝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反正你都吃了我的毒药了，解药在我这儿。行啦，好香啊！哎，快去先洗漱。好吧。阿爹呢？你阿爹大概是出去忙了吧6个时辰不吃解药就得死，像我这种祸害，就这么死了，也挺好。这地方山清水秀的，风水还不错，我就这么躺着等死，下辈子说不定还能投个好胎。昨天那碗粥吃的真的挺好吃的，可惜以后吃不着了。阿昭是个好孩子，以后一定能找一个更好的爹。希望以后投胎能做个好人，更希望毒发的时候不会很难受。毒发？我没死，这按道理6个时辰早就过去了，为何我还活着？找到阿爹了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等死。看风景呢。我们回家吃饭吧，阿娘做了好吃的，等阿爹回去呢。好。阿昭看着手，却一下就能把我拉起来。不过之前是他救了我，能凭一己之力将我拖回家，力气大自然不奇怪。这孩子说不定是练剑的料，是不是可以往剑修的方向培养一下呢？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快回家吧。好，正回去问问李道友，那毒药是不是给错了？走吧。阿昭，蹲下！阿昭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是不是惊吓到了？阿爹好厉害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能教我吗？我也不清楚。刚才有只鸟向你扑过来，我下意识的就把剑扔出去了。可是我什么都忘了。我现在使用剑全是之前的习惯，我想教，我也不知道如何教起啊。你要是真想学剑，可以找你阿娘，她以前也是个剑修。对呀，我阿娘最厉害了。李道友竟然也是剑修。阿爹，我们快回家吧，阿娘该着急了。好，走。阿爹，这是我们剩下的饭，你记得吃啊。阿昭去煮药了。好，你去吧。谢谢。李道友，你给我的那个药好像有问题，6个时辰过去了，我并未毒发。当然不会毒发，那又不是什么毒药，是我用泥土跟止血膏搓成的。为何？想试探你，你若吃下便可以留下，你若不吃，我定会赶你走。只是我也没有想到，你却自己离开了。我吃不想连累恩人，虽然我忘记了过去，但是我总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，死了就死了吧，至少不会拖累别人。你千万别这么想，只要人有一口气，就还有希望。更何况你连死都不怕了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？阿娘，阿爹喝药了，真乖。
这是回春丹药水，喝了伤好的快。阿爹阿娘，你们趁热喝。好，喝光了。多亏了阿昭你煮的药水，阿娘感觉好多了。小白教的好。你别以为你说本座几句好话，本座就会高兴啊。阿爹，你快喝呀。好苦啊！这是怎么样？我们阿昭炼制的药水很有效果吧？阿昭真是做什么都天赋异禀啊！我再也不想喝回春丹的药水了。我也是，这药实在是喝不下呀。自从我的阿昭知道他是这家里唯一可以做出药的，就一直没停过，一天3顿，顿顿不停。我也不想再喝了。唯一？李道友，你不是丹修吗？为何炼不出来？说来话长，我的内丹不是没有了吗？灵力跟修为受损，也做不出来了。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我的伤不是都已经好了吗？不能再喝了。啊，对，要不然我们跟阿昭说说。练好了。阿娘给，啊，谢谢。阿爹给，不用客气。小白，你的。我不想。我太想喝了。想喝就喝多多哟。对，你阿娘伤还没好，应该多喝，多喝。放心，我给阿娘准备了一大桶。这也太沉重了。小白，喝完陪我去采草药吧，草药没了。放心吧，今天我一株草药都不会让他采到的。加油！阿昭，走。小白，这地方我们从来没来过，真有草药吗？你就放心吧，跟着我走，准没错的。紫灵芝。小白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把它摘回来。好，你小心点啊。好。不见了，刚刚明明还在这里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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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这是哪里呀？哪里来的小孩？大哥哥，你还好吗？滚！可是你流了好多血，我这里有药。快滚！在哪儿？不想死就快跑，跑远点儿！哟，大少爷怎么不跑啊？不是都商量好，只要你能逃出我们哥俩的手掌心，我们就放你。你不是很想活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跑啊！苏家给了你们多少钱买我的命？我出3倍。你这个连根都没有的废物，在东方家连狗都不如，你拿什么给？我看你就是想耍我们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留下遗言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能说出什么屁话。如果没有遗言，那你就准备受死吧。有。说。我想活着，
我不想死。你他娘的敢耍我们！我爹有藏宝图，就在我怀里。拿出来！去死吧！哥！救我！救救我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给你当牛，做马。不怕不怕。这个刀看着很锋利，可以拿回去给阿爹砍树。这把长剑也不错。这衣服看着也不错，阿爹穿肯定暖和。这大哥哥我要带回去吗？可是他刚才好凶，还杀了人。手好冰啊，他好像快死了。这个大哥哥不像坏人，还是带回去吧。框太小了。有了，好了，捡了个大哥哥，现在该去找小白了。小白，小白，阿昭，阿昭，小白，阿昭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你在哪里啊？小白，阿昭，阿昭，小白，我捡到一个哥哥。你受伤了？不是我，是这个大哥哥。哦，好，没事就好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不要到处乱跑。失去彩灵芝，明明是小白先不见的。啊！阿娘，走丢的不是我，我一回头，小白就不见了。我找他的时候，正好碰见有人追杀这个大哥哥。阿昭，小白不见的时候，你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发生变化？阿昭看到了很大的雾。他应该是到外面去了。不可能，我们花了那么多心思都没有找到出口，阿昭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走到外面了？大概是碰到了传送阵法。传送阵法？这少年就是证据。还有这些刀剑都是下品武器，天壁里是不会出现的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。你个没灵根的废物，根本就不配待在东方家。叔公，救我！你不惹事儿，他会欺负你。哼！你爹娘为了让你拥有灵根，四处寻药，因此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你竟然还有脸待在东方家！好了，看在他与苏家有婚约的份上，让他搬去西院柴房吧。等等，这婚约不作数，我要退婚。跟你这废物定亲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现在连婚约都没了，还留着你有什么用？赶紧给我滚出东方家！你这废物，活在世上没有什么用，去死吧！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。退婚就退婚，竟然还要杀人灭口！这苏家
简直太可恶了！这孩子太可怜了。哎，小白，你既然能够看透他的过去，你能看得到我的身世吗？看过了，没看透。大哥哥，你醒啦！大哥哥，你伤口还疼吗？还好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来，先喝药。这里竟然有回春丹药水。这药效也太厉害了！大哥哥真乖，不像小白，每次喝药都要耍赖。哼，本座早就痊愈了，不需要喝药。小白是这条小白狗吗？它是灵兽。怎么被本座高贵的气质震慑到了吗？抱歉，我没有灵根，看不出来。本座差点忘了这茬了。他叫小白，我叫阿昭。那大哥哥你呢？我叫我被逐出家门，已不再属东方家。我叫西门墨。西门墨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我也觉得，这家人过得真不容易。感谢各位相救，请问这是何处？哦，前辈请放心，晚辈离开此地后，绝对不会向外人透露此地。我不是在担心这个，我只是一时不知道跟你如何形容，让你了解这个地方。你可知道灭仙崖底？什么？就是那个有进无出的禁地？不错，你跟我的女儿阿昭，就是被意外传送到这儿的。我爹娘10年前就是在灭仙崖失踪的，前辈可曾见过他们？我刚来这儿不足1个月，不太清楚。我也刚来，我还失忆了。你是要寻亲吗？对，我想找到我爹娘，他们是因为我才失踪的。灭仙崖谷很大，你先安心养病，等伤好了再去寻亲，可否？真的吗？多谢。大哥哥要留下来吗？那大哥哥能不能做我阿爹？我才15岁啊！为什么？是我不够好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就有2个阿爹保护阿娘和我了。正常的小孩只有1个阿爹阿娘，可是我又不正常。哪有自己说自己不正常的呀？抱歉，我不能做你的阿爹。大哥哥讨厌阿昭。当然不是，因为我把阿昭当成了妹妹。妹妹？对，因为阿昭很乖很可爱，我可以当你的阿兄，然后保护你和阿娘。这样，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去揍他。真的？屋子虽然简陋，但是这一家人看上去都气度不凡，肯定有牛逼的身份。认阿昭做妹妹，相当于有了这么牛逼的爹和娘，血赚。现在让我跪下来磕头认亲都行，真的。那阿兄，妹妹，没出息的家伙，认个亲高兴成这样。这回春丹的药性变强了，可是这药材也没有变啊，怎么回事？妹妹，你在煮药？难不成我喝的药都是你煮的？是啊，阿兄你快来喝吧，喝了药伤口才能好得快一些。给。这药效绝了！妹妹，你居然能煮出药效这么强劲的回春丹药水！哎，那之前的止血膏是？也是阿昭做的。天才啊，绝世天才！我真是要转运了，认了2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修士当了爹娘，拥有了个炼丹奇才的妹妹，以后在修真界横着走了。阿
兄不会像阿爹一样变傻了吧？小白，你怎么了？你变厉害了，可以试试更厉害的丹药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练那个淬灵丹了吗？淬灵丹药材不够，你可以先练洗天丹。服用此丹能够洗涤灵根内的杂质，能够让人的灵根变得更纯正，从而变得更厉害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！把好像去掉，这丹非常厉害，所以你等一下会炼制失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用太在意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头快炸了！头快炸了！你们没事吧？完了，咱们家没过熬药了。我们家竟然穷成这样！阿兄，怎么办？我看这附近有村庄，要不然我拿家里的止血膏去村子上换点厨具什么的。可是伯娘和婶婶他们都很凶。没事，我见机行事的。你和小白乖乖在家等着我啊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阿兄怎么还不回来？会不会被伯娘揍了？那小子机灵得很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吃不了亏的。阿昭，阿昭，看，这是我用止血膏换来的宝贝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炼丹炉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炼丹了。村里大叔说，这可是他家的传家宝呢。哼，传家宝，这炉子还没有阿昭年纪大呢。啊，连我都比他大。什么？我被骗了！媳妇儿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我用你那个没用的炉子给你换了个上等的止血膏，听说这个不仅能止血，还能去疤。你有了这个，身上的伤疤肯定好得快。大哥，我不需要这个，求你放我走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！我放了你，我就没有媳妇了。谁是你媳妇？强掳民女！你这样是要被官府抓起来的！滚！好，我走了。药放在这儿，你就用啊。月见草做的止血膏，品质这么好，这穷乡僻壤的，他从哪儿弄来的？阿昭怎么不开心啊？大炉坏，他打我的眼睛。受伤了吗？他炼丹的时候被烟熏到了。这个丹药我一直练不好，我都不想练了。是不是因为用了凡火？要不要我们试下用灵火来练？灵火？那是什么？灵火呢，就是灵力使出来的火。如果有火灵根的话呢，就能直接使用；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得用灵石布一个阵法，然后引出灵火。别想了，现在的你做不到。小白说我不行。没关系的，妹妹，你修为低，做不到也很正常。可以让阿爹阿娘帮忙引个灵火，或者布个阵法。只是我现在的内丹出了一点意外，没有了，叶道友失去了记忆，经脉也被封住了。我们两个现在跟普通人无异。阿昭，对不起啊，阿爹现在暂时还帮不了你。什么？与普通人无异？那我的大腿，我将来的美好生活，说好了在修真界横着走的，不，一定是在做梦。说出来那些话只是为了考验我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那怎么办？我练不出丹药了。没关系的，阿昭，阿昭是最棒的。阿娘第一次炼丹的时候也练不好，多练几次就可以了。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已经练了好多次回春丹了。要不你用这个丹炉来练回春丹试试？洗天丹你没练过，失败了很正常。好，我跟
你拼了！你要乖乖的，不许蝴蝶。成了！啊，好香啊！小白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怕真是天生的炼丹怪子？我就说我是天才吧！这3颗回春丹不仅炼得很成功，还有丹纹。丹纹？丹纹是什么？好吃吗？丹纹就是丹药上的花纹。修真界的每一位丹修都追求炼出拥有丹纹的丹药。丹纹有1到9道，丹纹越多，那枚丹药的药效就越好。如果你能炼出9道纹的丹药，能直接成仙。反火反水炼出了带着丹纹的丹药，阿昭简直就是绝世天才，是100年难遇不1000年难遇的炼丹天才。原来以为阿爹阿娘是大腿，没想到阿昭才是啊！呵呵，妹妹，你以后一定能成为混沌大陆最为厉害的丹修。阿昭，这些真的是你修炼的？是啊，阿娘，我厉害吧？阿昭最厉害了。就是再聪明的丹修，修炼10年能练出1颗半条丹纹的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而阿昭这一下子，天才，真是天才！阿娘，小白说只要练出9道丹纹的丹药，我就能成仙啦。不错，剑修走剑道，丹修走丹道，只要勤加苦练，迟早有一天一定会飞升成仙的。那如果我剑道丹道一起修炼的话，我是不是很快就能变成天上的仙女啦？这个阿娘还不太清楚，一般很多人都只是精修一道，很少有人单剑双修的。就比如说阿娘修的是丹修，至于剑修嘛，也只是略懂1、2。单剑双修的人都是很厉害的人啊！我要单剑双修，我要做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单剑双修，这是继承我俩的衣钵了。叶道友还说呢，赶紧恢复记忆，好教我们阿昭习剑，对不对？阿昭，你不是说一直想练洗天丹吗？哎，你现在就可以试试，说不定我吃了你的洗天丹，就能想起来很多以前的事情。啊！成了，只有1颗，它长得跟回春丹不太一样啊！成了，这是正常的洗天丹。我尝尝。尝吧，对你也有好处。不过，这个丹药会让人拉肚子、拍杂质，整个人都臭烘烘的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倒是让我早说呀！那要拉到什么时候？要么等药效过去，要么就等你体内的杂质全部排出。听起来好可怕，我要去茅厕了。哼，这么快就有反应了？怎么样？我没有拉臭臭呢。不可能啊，这药明明炼成了。难道是刚才那颗丹药没有效果？不可能，明明炼好了。这样，你再练一遍，然后换个人试试。好。这次有2颗，该给谁呢？你娘内丹都没了，而且根基受损，效果对她不大。要不然，先给你阿爹和小莫尝尝。好。阿昭还在炼丹呢。阿爹，你吃。洗天丹？阿昭，你真的把洗天丹炼出来了？
嗯？你们这是？阿爹，你有没有想拉臭臭啊？拉肚子？我没感觉啊。可是小白说了，一定要拉肚子才能把脏东西排出来的。看来这洗天丹对你阿爹没用，也许我这辈子都想不起来以前的事儿了。小白，我是不是炼丹失败了？不可能，这丹药绝对制成了，只不过这洗天丹只能洗清杂质，对恢复记忆确实没什么作用。这样，咱们去找你阿兄试试，让他吃一口。啊？走。阿兄，吃呀！哎，我的天才妹妹给的，无论什么我都要吃下去。这丹药味还挺……挺什么？阿兄也没有反应，看来我炼的丹药真的没有用。不好！我要拉肚子。阿兄，茅厕在那边，快去！谢谢妹妹。阿兄变得好臭。那是因为他体内的杂质都被排空了。我炼出来的丹药好像真的有用。把好像去掉，本座给的丹方能是无用的吗？那为什么我和阿爹吃了没有用？是啊，阿昭和叶枫吃了，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？阿昭年纪小就算了，叶枫，除非他已经成仙了。不对，我在想什么呢？阿兄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，腿都软了。阿兄，要吃回春丹吗？要。我还要拉。阿兄都睡了1天1夜了，什么时候能醒？他这几天一直在排身体里的杂质，身体虚弱得很。等他什么时候养好了、睡好了，自然就醒了。阿爹阿娘去找出口了，阿兄又一直在睡觉，我真的好无聊。怎么回事？小白，怎么了？叔叔，你踩坏了我家的菜地。这人有问题，小心点。是坏蛋？是坏事做尽的坏蛋。这人是魔修，杀过人的。你看他浑身上下都是魔气。这么坏的坏蛋，那我能不能把他抓起来呢？小姑娘，我想问你点事情。叔叔，你踩坏了我家的菜地，要先跟我道歉。对不住，等我打听到那件事儿，看我不立马弄死你个小屁孩。那你帮我把菜地整好，帮我把菜地整好。你想问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行。你什么你？废话真多。小白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厉害什么啊？这可是魔修，杀人的魔修，你怎么敢的？阿娘说打后脑勺就能晕嘛，她都把后背留给我了，我当然要捶她。你算了，下不为例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把他绑起来。我不是坏人啊。阿娘说，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。我要是坏人，我早就对你们动手了呀。小白，现在怎么办？
倒也不算是个坏人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得赶紧把这个坏蛋绑起来，不然一会儿等他醒了可就麻烦了。哼，你他爹个蛋，让你追杀老娘，垃圾，人渣，败类！哼，小姐姐打人的样子好帅呀！小姐姐，我能试试吗？当然可以，来，我教你。看好了，五指并拢，五指并拢，肩膀发力，肩膀发力，来，挥出去，嘿，垃圾，人渣，败类！小朋友不许说脏话。打得漂亮！我叫苏文月，你呢？我叫阿周。姐姐，你为什么来这里呀？这事儿可就说来话长了。救命！别跑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媳妇儿，你醒了？谁是你媳妇？放开我！你从崖上掉下来，是俺救了你。按照俺们村的规矩，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。算了，现在身受重伤，哪儿也去不了，倒不如在这里把伤养好再说。那家伙拿了止血膏给我，说是拿我的炼丹炉给换的。我看出这止血膏里有一剑草，就推测这附近肯定有丹修。这不，多亏了这止血膏，我的伤才好得这么快。今天呢，趁着家伙不在，我就赶紧溜出来找丹修了。原来那牛哥捡的媳妇就是文月姐姐。这不是我做的止血膏吗？姐姐要不要回春丹？回春丹？你竟然有这么多颗啊！可我现在没钱，要不你给我换一些便宜的药吧？可我只有这个回春丹。那能赊账吗？不用赊账，直接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可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白拿的。你家大人要是知道你把这么贵重的药随便送人，肯定会骂你的。阿娘不会骂我的，因为这些丹药都是我炼的。好吧，那我就拿1颗。给。我拿着捆线绳跟你换好不好呀？好。阿娘，咱家来了个魔修坏蛋，就是他。两位道友，我叫苏文月，抱歉啊，这魔修是追着我来的。果然，我们在出口附近就发现了魔气。阿昭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我没事。那这玩意儿怎么处理？放心，交给我，我带他去天壁里聊聊天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绑我？道友饶命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道友饶命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道友，闭嘴！我问你答，多说1个字就死。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我被人追杀，一路逃到这里。我说，有人出现让我杀个散修。是个女孩吗？2个月前，我去黑世界的单子，本以为就是个练习期的小虾米，谁知道那家伙特别能跑，我一路追杀到灭仙崖，最后他掉崖时还把我给拽下去了，人却不见了。谁雇的你？黑市交易，我不知道雇主。怎么领赏？去天海城丙子3号单，交人头就拿钱。道友，我就是一时糊涂啊，我以后再也不接这种单子了，你就放了我吧。
是吗？我保证以后洗心革面。别以为你装得像个好人，我就不知道。你专杀手无寸铁的妇女跟孩童，你就该死！主上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我们派去灭仙崖的魔修，不知道被谁杀了。终于出现了，快，派人去灭仙崖底，宰了他！可是主上，咱们的人根本进不去啊！灭仙崖底下什么情况，连天道都探查不到啊！修为高的人进不去，那就派些练气出奇的小喽啰，给他们带上隐藏修为的法宝，本座重重有赏。是。哈哈哈！我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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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清早的吵什么吵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小白，原来这就是你的人形啊！哎，我有了！我有了！我有了！糟了，阿兄跟红颜阿爹一样傻了。妹妹，妹妹，阿兄是不是变傻了？不，他是高兴的过头了。他高兴什么啊？洗天丹起作用了，他长出灵根了。真的是洗天丹，我爹娘踏破铁鞋都找不到的丹方，居然被我认的妹妹随手练出来了。哈哈哈！我这抱住的哪是腿，是条纯净的大腿呀！我有了！我有了！我有了！在那边，就是他。昨天我看见大牛说的媳妇进了他家。你们有事儿？我媳妇在哪儿？你把她叫出来！什么媳妇？没看到？我亲眼看见阿昭还跟大牛叔的媳妇一起杀了个人。杀人！你胡说！那个人是坏蛋，我只是想打晕他。那他现在在哪？我娘说他跑走了。鬼才信你呢！阿昭，你真见过我媳妇？谁是你媳妇？谁是你媳妇？当初我受伤昏迷，你趁人之危把我锁在屋里，这笔账还没给你算呢。看吧，他和阿昭是一伙的，还有妖女。不许说我阿娘！阿昭，你个杀人凶手！我亲眼看见你打人了。小胖子，把你的臭嘴给老娘闭上！我不管，你吃我的，你住我的，你就是我媳妇儿。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回去。吃你的，住你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。这些够还你的那些粗茶淡饭了吧？再多说一句，小心我把你房子给点了。哼，你吓唬谁呢？下次这活可是落在你身上了，还不滚！树刚，快走吧，他和妖女是一伙的，真会烧人啊！快！文叶姐姐，你打人的时候好厉害呀！这鬼地方还真有人住啊！赶紧找目标，干掉就能回去领赏了。找啥找？这些全宰了不就完了？别乱来，主上说了要小心，打草惊蛇让目标跑了，都得完蛋。行了，这村子这么大，赶紧抓个人来问问。走。你给我过来！你个死孩子，你给我上哪儿野去了？你身上这身衣服有多贵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小兔崽子，你给老娘回来！气死我了！我问你点事儿，这天碧村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？有，村头那户那孩子是灾星，他娘会妖术。什么妖术？像你们一样让我说不出来话，还会炸石头，把人全部都炸飞啊！听我儿子说呀，那个灾星还会指使大妖怪。大妖怪？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我滚。听着女人的形容，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啊。这起码得是筑基期的大佬，咱们这些练气期的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
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恶鬼！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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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恶鬼！这些人不对劲！杀了恶鬼！杀了恶鬼！杀了恶鬼！恶鬼！上擒者死！小莫，这些村民有些奇怪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你先带阿昭去天壁里躲一躲。好。阿爹，阿昭，你别担心，你阿爹我一个能打10个。这里有我，你赶紧带阿昭走。好。阿爹！阿兄，我担心阿爹和小白。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那些叔叔和婶婶为什么要突然追杀我们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真是感人的兄妹情啊！你是谁？真是2个细皮嫩肉的孩子，看起来很好吃嘛，一口一个嘎嘣脆。你究竟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把他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，如何？你是魔修，真是聪明，我就是魔修。刚才的提议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妹妹从小生活在天壁村，从来没有出去过，你为何要杀她？废话真多，把她给我交出来！阿兄，不看我！放开我！阿昭，真是感人的兄妹情啊！可惜我并不喜欢。阿昭，阿昭，你有没有事？阿兄，小心！你去死吧，去死！这匕首上有毒，你完了，我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阿兄，你不要死！阿兄，你不要死！死不了，放心。可是你流了好多血。没事，一会儿就没有了。阿兄，吃药，吃了丹药就好了。我用止血膏给你止血。阿昭，没事，阿兄只是困了。如果再遇到坏人，你就赶紧跑，不用管我。阿兄，对不起，不能睡觉。阿兄实在撑不下去了。阿兄，你不能睡觉。阿兄，阿兄，阿兄是不是痛到阿昭给你呼呼就好了？阿兄，你不要死！阿兄，你不要走！阿兄，你不要走！他心脏居然长在右边，算你命大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。你还有脸说我？让你看着点儿，你还把自个儿弄失忆了。这鬼地方，任谁待在这里都得失忆，换你试试。没想到竟被这个魔修通过阵法偷偷跑进来了。要是阿昭出现什么问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阿昭有事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？放心，这些小虫子都给我拍死了。真的啊？一个都没留？死得透透的。对付这种货色，
跟捏蚂蚁似的。用了多少道天雷啊？妈，哎，别走！阿兄，我在呢。阿兄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流了好多血。我没事了，你看，全好了。我刚才明明还看到那么大一块伤口的。哎，我都说了我命硬，说不定啊，就是你的止血丹药效太强了。原来我这么厉害啊！这明明都是本座的功劳。小白，完了！小白，你终于来了！刚才有鬼，他要杀我们。我说你鼻涕别蹭我身上啊！阿成，小莫，你们没事吧？阿娘，我好害怕。不怕不怕，阿爹阿娘，我们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和微月找到出口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还有，微月以后就加入我们。阿张，你以后可以叫阿九。阿姐，我家妹妹不需要阿姐，她有我这个阿兄就够了。你俩认识啊？苏微月姓苏，难不成就是退婚还追杀小莫的苏家？要不要阿姐是阿昭说了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阿昭的阿兄，当然跟我有关系。你不许抢我的妹妹！谁要抢你妹妹？我只是想认个妹妹，没跟你抢。我能喊阿爹阿娘，你能吗？你能吗？我怎么不能喊阿爹阿娘？苏道友，你阿不必。娘，我是真的想我阿爹阿娘。我那亲爹亲娘猪狗不如，他们弄丢我之后就收养了一个女儿。等我找回他们，回到苏家之后，他们却说我连那个养女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在苏家过得生不如死，只能逃出来另寻活路。没想到这个举动还惹怒了他们，他们派了人追杀我，我就是遭到追杀才掉入灭悬崖的。要不是阿昭的止血膏，我恐怕都活不到今天。我没想到你之前的日子过得那么苦，所以我可以成为你的女儿吗？我也想有一个这么幸福的家。阿娘，我们就让微月姐姐加入我们的家吧，她好可怜啊。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姐姐的。我不同意，我有阿昭一个妹妹就够了。谁要做你的妹妹了？我加入这个家，我肯定是阿姐。喂，你做梦吧你！我15岁，你看着就比我小，好不好？哼，巧了，我今年15岁1个月0-3天。怎么不说话啦？我比你大是不是？赶紧叫阿姐。我也是15岁1个月0-3天。你什么时辰出生的？你肯定是在学我，你听到我的年龄故意学我。哼，这有什么好说谎的？我是辰时出生的，你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出生年月一样就算了，怎么可能时辰也一样？你故意跟我说一样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么凑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你们就各论各的。以后都叫名字。时间不早了，现在我们都一起出发吧。阿昭，来，阿爹抱。爷爷，我现在有阿娘，有阿爹，还有阿兄、阿姐，还有小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啦。